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网约车，聊一聊就业。最近这个大江南北气温骤降各个地方降温都非常明显。我在网上看到有南昌的网友调侃说，南昌秋天只有一天，很多地方是由夏天模式直接就越过了秋天模式，直接就到了迎接冬天了至于什么东北开始下雪，那是好几天前的事了。这个气温下降骤降不光是指天气随着气温一起下降的，还有各行各业都在面临寒意你比如说网约车，目前网约车行业面临是什么个景象呢？就像这个天气一样，感觉冬天提前来临了。大家看视频国庆节后网约车司机集体趴窝，订单暴跌40%的真相太扎心。国庆节刚跑完，以为能喘口气，结果直接熄火了。广州的师傅首圈2个小时只赚68块钱，成都的师傅呢空转3公里抢1单。深圳更不用说了，11万台网约车去抢11单，这不是个例，这是全国网约车订单节后直接暴跌40%以上。淡季暴击，司机急爆了。深圳8.4万的司机抢单，1/3的车辆日单不到10个，车都要比人还多，车价呢堪比公交车，司机的时薪压到了25块钱，抽完电费实际到手不足20块钱，买免佣不给单，加钱能转单，普通的司机连汤都喝不上。更狠的是死亡循环，订单少，平台降价抢客，司机收入降，被迫拉时长，供给更盛。有师傅呢跑10个小时，流水是200块钱，扣除成本倒贴钱。可是呢，平均年龄50多岁，初中学历，转行呢又能去哪里？不是不想努力，是努力呢也赚不到钱。你那里的网约车司机师傅还能跑多少钱？来评论区说一说。就像这个国庆节、中秋节人均消费一天是114一样突然一夜之间好像大家都不打网约车了，网约车司机觉得自己没有订单，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根据10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发布的这个出行数据9月份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共接收订单信息7.58亿单。这个交通部建立的这个系统它是为了统一采集网约车动静态数据。9月份一个月的网约车订单量7.58亿单，看起来不少，但是这个数据不比8月份减少了将近4%，同比呢，也就是去年9月份呢，我们的订单量是9.9亿单，也就是说今年9月比去年9月少了2.3亿单，这什么概念？下降了23%，这个萎缩很严重就是9月份交通部网站公布的这一组数据今年已经公布数据的所有月份订单量同比去年都在负增长，其中5月份的数据甚至比口罩期间就2021年还要差，这个真是离了大旗了2021年大家都在家里坐着，对吧？都是被封控，不让出门，不让出小区，这样今年5月份订单比2021年就4年前的5月份还要低。我们每天都讲房地产，对吧？同比环比，这个网约车讲的少，没关注，或者说只关注个大概，现在回头一看，原来还有一个行业更惨的都没人关注，那这个跌得太惨了。大家都知道一般情况下这个夏天冬天那一般是网约车的旺季因为夏天死热嘛，冬天死冷，还是打车方便一点。但是说今年3季度的夏天网约车订单总量比去年3季度整整少了7亿单，差不多所有的平台都在下跌什么花小猪出行、滴滴出行、高德打车、腾讯出行、百度打车、美团打车、携程用车无一例外都在下跌。滴滴9月份环比下跌8%，高德下跌将近10%，美团下跌14%，这就是常用的一些平台同样都是夏天，大家到底为啥不打车了呢？我们再看看这个咱们的就业人口，根据这个中国统计年鉴2024显示中国的就业人口大概是7.4亿人，这里面2.7亿从事的是农业或农业相关，剩下的4.7亿人就是城镇就业。按道理说这4.7亿人应该是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的主力军，也就是这些人上班下班出去办事很有可能要打车，那就有可能叫这个网约车
车啊，交通部9月底公布过1到8月全国城市客运量，8个月的客运总量688.7亿次，这里面啊，这个包含公共汽车、出租车、轨道交通、轮渡，就是交通部下面的所有的交通出行数据。那我们不难算出啊，因为这些都是打工仔对吧？996牛马，那就按照每月22个工作日算，平均每天全国城市的客运量3.91亿次，比去年的同比萎缩了2.8%。这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全国出行的人次就是客运量，交通部掌握的居然今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当然了，我们要用低质量、高质量这个来解释的话，就比较好解释。低质量什么呢？就是说你出行骑共享单车，你出行坐地铁，你出行坐公交、打网约车，这是低质量的啊。高质量的是你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人人都买了新能源汽车，大家自己开车上下班出去办事，那你这个数字不在这个交通部统计的范围之内，这就是高质量增长了下降的是低质量。这个交通部的数据显示公共汽车、出租车和轮渡分别负增长了5.5%、4.9%、2.8%，唯一正增长的是城市轨道交通，也就是地铁。但是这个地铁它说增长主要很大原因是山西省同比正增长105%，也就是说这个轨道交通莫名其妙的增长了主要原因是山西大同，就是山西省同比增长1倍。主要原因是太原地铁1号线1期2025年2月22日正式开通运营，这条线路1个月能运458万人次，所以整个的山西省同比增长1倍。完了之后也导致全国的这个轨道交通它是没有下降，它是正的增长。根据这个交通部1到8月全国城市客运量出租车的数据全国所有省市里同比正增长的只有北京、江苏、广东、西藏、甘肃、青海和新疆。那也就是你比如上海、杭州、深圳成都、合肥这些地方出租车数据都是在下降的，打车出行的人都减少了，这为什么呢？难道他们都选择这个骑共享单车上班，或者是自己开车上班？实际上如果共享单车嘛，就那么几家，对吧？美团、阿里是吧？还有各个地方的一些小的去看一下，不难发现就是主流的共享单车企业，他们的数字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增长。那有人说了高质量了吗？肯定是开车的人多了，开车人多了，肯定是新能源汽车卖的多了吗？这个结论不难得出因为这个今年1到9月份新能源汽车那是呼呼的卖而且这个新能源汽车已经这个叫渗透率吧65%，对吧？你每卖100辆新车65辆是新能源汽车，那大家都开新能源汽车了呗？实际上不一定虽然说今年上半年，对吧？说电动汽车就是自行车销量创了新高，全行业一共销售3435万辆雅迪或者叫什么，就这种电动自行车电动车同比增长差不多30%。行业老大哥雅迪上半年卖了880万辆，同比增长1/3，净利润暴增60%。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家以往都是打网约车上下班出行，或者是出去办事，现在一怒之下买了个电动车省钱？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今年上半年电动车暴涨，主要原因还是以旧换新政策。为什么呢？说上半年全国共收就是以旧换新电动自行车是847万辆，是2024年同期的6.1倍。就是拿旧车，对吧，回收了再换一辆新车，那你旧车收回去847万辆，那相当于新增的电动自行车不多，也就是上半年真正的销售增加其实并没有多少人，也就是并没有多少人选择这个骑电动车，还是原来那帮人在骑应该这么理解同样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今年1到9月全国汽车销量2436万辆，同比增长13%，这个汽车销量也增加了，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大家都开车上下班呢？这个是违反这个常识的。以国庆节消费为例一天人均消费114，你说让人开车上下班，这就是多出来了这么多人开车上下班，这个显然不好解释。因为你开车上下班呢，虽然电车充电电费你忽略不计吧，但是你停车费还是要交的，高速费还是要交的。没听说，对吧？新能源汽车停车不要钱？难道有那么一批人这个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以往都是挤地铁坐公交上班或者骑共享单车，突然一咬牙一跺脚买了一辆比亚迪或者小米开车上班不管怎么说从9月份这个交通部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我们这个
个网约车那订单是暴降。为什么说网约车订单暴降我们很关注呢？这个大家都明白对吧？这网约车是咱们很多人失业之后啊，它的蓄水池啊，它的避风港。中年人对吧？失业以后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了。中年人失业以后啊，铁人三项赛对吧？外卖、快递、网约车，基本上是靠身体换钱的，要么就是吉祥三宝：保姆、保安、保洁。现在不光是中年人失业啊，开网约车了。我看有一组数据啊，就很多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毫不犹豫啊，立马就开启了网约车。目前在册的啊，这个网约车司机是2900多万，活跃的有多少呢？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是2024年的数据啊，是2400万左右，就是活跃的啊，网约车司机就是一天你得接个几单呢？那2025年多少？我还没看到数据。那么滴滴这个啊，以滴滴这公司它公布的来看啊，它是2023年年末，滴滴出行啊，在全球有5.9亿用户，也就是用过这个滴滴啊打车，和2300万的活跃的司机，这是2023年底的数字啊，就是2024年初。那么在中国啊，有4.1亿活跃用户和1900万司机，其中啊77%是因为失业转入这个网约车司机的，这是滴滴这么一家平台的数据啊，那其他家可以参考，大概其实就这样的。这里面退伍军人占13%，2024年以后高校毕业生占7.4%。从背负的经济责任来看，有超过一半的网约车司机是家庭唯一的主要收入来源，大约80%以上的家庭财务压力繁重。根据滴滴的这个数据啊，在成为网约车司机之前，这些人的职业背景涵盖各个行业，有将近70%的人是来自制造业、建筑业和餐饮等行业，还有一部分人是自主创业的失败者或者个体工商户。实际上简单分析啊，也就是咱们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第一个遭到冲击的行业就重灾区啊。什么重灾区呢？制造业、建筑行业都受房地产的影响。在北京啊，我就遇到好多那个开网约车司机的，他以前是干那个房产中介的，干不下去了，开启了网约车。有的人是因为自己干房产中介的时候买了车，哎，那他现在没活干了，顺便啊把自己的车注册一下，开网约车。有的是那就租车吧，去开网约车。至于那什么开餐馆的倒闭的，这种开网约车也很多，对吧？这几年大城市的餐馆不好干，这个大家都清楚，餐馆的这个倒闭啊现象非常严重。那这个餐馆老板创业失败干啥去呢？回家种地吗？所以开网约车，对吧，成了一个首选。你只要努力，那个时候好歹还能赚个一天啊，赚个300块。有很多人呢把开网约车当做一个过渡，承上启下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根据相关研究啊，说全国有35.2万的煤炭和钢铁职工因为去产能失业后在滴滴平台上工作。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网约车这个行业其实非常重要，它是社会的一个缓冲器啊。也就是说，你一旦失业了，你暂时找不到工作，那你退一步对吧，你还可以开启你心爱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当然了，另外一个这个缓冲器就是外卖平台，你开启你心爱的这个电瓶车、电动自行车啊，送外卖，这2大这个缓冲器，也就是防止啊韭菜牛马硬着陆啊。哎，你一失业之后就是硬着陆啊。现在你一失业马上就能去开网约车去送外卖，这就是软着陆啊。网约车司机、这个外卖骑手，当然了还包括什么大货车司机啊，其他的司机，这个就是咱们灵活就业2.4亿人，咱们好像是人社部公布的吧，咱们灵活就业的有2点几亿人呢。那主要构成就是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大货车司机。所以刚才咱们看的视频啊，和我讲的交通部公布的这些数字，也就是说明，就是这个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个行业是咱们的安全垫，是一个保护垫，对吧？因为我们牛马、韭菜、码农等等啊，还创业失败的，从高空坠下，对吧？网约车这行业、外卖骑手这行业，它是个安全垫。结果这个安全垫现在不安全了，我们就别说啊，这个网约车司机在增加，但是它订单在减少，这是事实。那你假设这个网约车司机没有增加，但这个时候你说网约车司机少了，那是不可能的。那大家干什么去了？真的是摆烂躺平不吃饭了是吗？所以说啊，订单在下降，那就意味着人均收入进一步下降。所以你看啊，这2天媒体报道啊，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啊都在报道网约车行业。首先是啊，这个前一阵子网约车行业不有那个什么一口价吗？取消一口价能终结网约车低价竞争吗？一口价解决了司机绕路乱收费，乘客想要开空调却遭无理拒绝，司机辛
辛苦跑单，却只能勉强赚个油钱。网约车行业的无序低价竞争，造成诸多乱象，多劳不多得，强制摊派、低价单等问题，使得网约车司机不堪重负。那么如果再加上这个平台抽成，对吧，过高等等啊，这个网约车实际上行业也是急需整顿。但是啊，你网约车整个订单减少，这不是你行业整顿不整顿的问题，大环境的问题。也就是说啊，目前网约车订单急剧下降，跟它的服务质量有点关系，你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但服务质量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大家勒紧裤腰带，捂紧钱包。所以你整治这个一口价这个乱象，是也应该整治啊。但是你把一口价这个整治了，不代表订单就能上来。一口价说不好听的啊，某种程度上是给乘客让利，就是比如说从这儿啊到机场，有的司机跑是56，有的司机跑是52，还有的车跑40多块钱，一口价就是38，乘客觉得合适，那就一口价，就这意思啊。乘客还是得到实惠嘛，但是司机就赚的少了，平台他也不让利，实际上就把司机的这个利益啊就给侵占了，就这意思啊，或者就司机让利了。你把这个整治有什么用呢？订单是不会增加的，订单不增加，司机没有减少，那人均收入是肉眼可见的下降。这个中国青年报有个报道啊，说网约车行业哪些地方可以改进，破内卷困局，网约车行业开启深调整。这个呢，主要是讲这个部分网约车车内环境不佳，异味严重，炎热天气不开空调，开空调还需额外付费，司机驾驶疲劳，甚至在开车时出现瞌睡的情况。你看这些反映的都是司机不容易。司机为什么开车瞌睡啊、疲劳啊？是因为他在线时间太长，他一天开15个小时，他睡眠不足，他能不疲劳吗？能不打瞌睡吗？但是那他为什么开这么长时间呢？就因为不赚钱呢。大家知道啊，那网约车有的人是租的，你一天的成本，你要给那个汽车公司啊、租车公司，你每个月交多少钱呢？一个月4000，一天100多，对吧？有的车好的车恐怕5000，差一点的车4000或者3000，反正你一天你开不开都100多成本。那有的时候他100多的挣不回来啊，他还充电，对吧？平台抽成，他还吃喝，也就是他一天至少要干300才不赔钱，或者是干200多吧，反正这个数，对吧？大家可以算，也就是你每天比如跑这么多钱，你这一天才不赔钱，否则你今天赔钱了，那逼着这些司机，对吧，去拉长这个时长运营时间呢，那他当然是会疲劳啊。那天热不开空调，那太简单了，开空调费电呢，电就要钱呢，对吧？他是省1毛是1毛啊。只是说这个网约车车内环境不佳，有异味，我记得以前咱们节目介绍过啊，确实是很多网约车啊，你往里一坐，就那个味儿特别大，实际上这就是司机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汗味啊、体味啊，在车里面。实际上就好多网约车司机啊，他吃喝拉撒都在车上，至少睡是在车上，他晚上把车往哪个附近路边一停，就在车上睡觉。冬天他有被子，夏天他开空调什么的，总之他个味儿，对吧？他就在这个车里面，这是主要原因。那实际上就说明这个网约车司机，对吧？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中国青年报说啊，网约车行业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对，无论是一口价，对吧？整治这些乱象，还是改进这个乘车环境等等，这个都不是网约车订单下降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啊，你把这些都整治了，网约车司机的这个收入也不会好起来。实际上，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外卖这个情况，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美团或者是其他的有人公布的数据啊，就可以看一看这个外卖的订单也在下降。也就是前3个月火了一下，那是因为京东、饿了么、美团外卖大战，疯狂补贴，对吧？1分钱一杯奶茶，对吧？2块钱2根什么鸭脖，2个鸭翅，这是胡锡进老师点的吗？也就是前3个月啊，这个疯狂的外卖大战，让这个外卖小哥啊，好像稍微忙了一点，冲了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就没有了？最近这3个平台好像优惠力度啊非常小了，大战熄火了。就像所有的啊救楼市措施一样，那政策一出，那几个月特火，但是过后就会一个疲劳期。疲劳期什么意思啊？比往常订单还要差。实际上外卖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想啊，大家在网上可能会刷到一些外卖小哥抱怨，现在订单是越来越少。就我想啊，这个外卖的这个走势啊，和那个网约车是差不多的，因为是同一个逻辑，对吧？只不过是下降的量大还是小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可以得出个结论啊，作为这个就业灵活就业的一个重要的渠道，作为这个牛马韭菜码农创业的人，一个安全店，网约车和骑手送外卖这个也不那么安全了。
虽然啊，这个主管部门也开启这个整治内卷，但是你不管怎么整治啊，你核心是送外卖的人越来越多，对吧？开网约车的人越来越多，吃外卖的人越来越少，打网约车的人越来越少，这是核心矛盾。那你的收入必然会下降。你不让内卷，那也可以，你把这个送外卖的砍掉一半，对吧？50岁以上的不让送外卖，女的不让送，20岁以下的不让送，对吧？你把外卖骑手砍掉一半，哎，他们收入好起来了。你把这个开网约车的砍掉一半，收入也好起来了。问题你把他砍掉那一半人干啥去呢？那一半人谁养？谁解决他们吃饭？这个大家都理解吧？对吧？你要想这个在网约车和外卖这儿破内卷，那不就是供求关系嘛，对吧？你把这个供应减少，把网约车把司机减少，骑手减少，收入能上起来。但问题是你减少那些人，他们干什么？那还有一个就是增加需求，这更难了。你怎么增加需求？你怎么让一个人，对吧？他每天上班挣几个钱呢？你还让他打车，对吧？现在消费者是能省就省，不消费，能骑单车的就骑单车，能坐公交车就坐公交车，那不便宜吗？实在不行走着去，还锻炼身体。所以通过这个网约车订单啊急剧下降，通过这个外卖啊恐怕也是在下降的，实际上就是都是反映了一个通缩的状态，就是大家都不消费。所以我们这个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大家就是触类旁通嘛，举一反三，就是大家都在这个背景下不消费，勒紧裤腰带，都不去打车，点外卖也少了，对吧？你国庆节出去玩一天再花114块钱，回到了10年前的水平啊，比10年前还差啊，那就说明其他的行业好不了哪里去，对吧？你不可能在这个出行这块省钱，在吃饭这块省钱，完了你在其他地方多花钱，这个也不现实。也就是说啊，恐怕是各行各业都受到冲击。就我们经常说的房地产什么情况，大家也知道了。那现在出行也是在下跌，各行各业哀鸿遍野啊。到了年底啊，这个丑媳妇要见公婆，恐怕这个来自各行各业的恐怕都是坏消息。由于大家都勒紧裤腰带，都是能不花就不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行业是一个崩盘走势啊。年底了啊，马上开始占据各大媒体、各大社交平台头条的，恐怕都是裁员信息啊，会越来越多啊。大家好自为之吧。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